使徒行传第24章。5日后，大祭司阿那尼亚甲几下个长老，以及一个叫做帖托罗的律师来到开撒利亚，因伫腓力斯总督面前告保罗。保罗一个受调出庭，帖托罗就甲伊控告，讲：腓力斯阁下，因为你贤明的治理，互阮享受太平，所实行的侪侪改革，嘛互国家得到进步。你的德政，互阮逐时逐位感谢不尽。我毋敢耽误你伤久，求你宽容来听阮简要的申诉。阮看这个人是一个危险人物，伫全世界犹太人中间作乱，是拿撒勒党的首领。伊想要污染圣殿，阮就甲伊抓起来。阮本来想要照阮家己的律法，甲伊审判，无拍算指挥官路西亚干涉，将伊对阮手中强抢去，命令叫伊的人就来你遮，你亲身审问这个人，就会明白阮控告伊一切代志。在场的犹太人嘛拢支持这个控告，讲事情确实是安尼。总督对保罗示意，叫伊发言。保罗就讲：我知你伫本国判案真侪年，我愿意伫你面前为着家己辩护。你调查就会明白，对我就耶路撒冷敬拜到今仔日只有12日。犹太人并无看到我伫圣殿甲人辩论，嘛无看到我伫会堂也是市内煽动群众。因嘛袂当对你提出现在在控告我的证据。不过，我着对你承认一项事，就是我照因看做是异端的道路，敬拜阮祖先的上帝，相信摩西的律法甲先知一切所记载的一切。我对上帝有肯甲因同款的愿望，就是无论好人还是歹人，拢会对死搁活。因为安尼，我对上帝甲人拢尽力保持清白的良心。我离开耶路撒冷几若年后，搁转去，是摕一寡钱要去救济同胞，搁献祭物。因伫圣殿看到我的时，我已经完成洁净礼得献祭。迄时无群众，嘛无扰乱，简单有几若个对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伫遐。因若要控告我，应该家己来你的面前告我才对。若无，我伫议会申诉的时，因就指出我有做甚物毋对。只有一项事，因会当甲我控告，就是我捌徛伫因中间大声讲：我今仔日受恁审判，是为着死人会搁活。腓力斯对这个道路相当清楚，就宣布退庭，对因讲：听候指挥官路西亚来，我才判决恁的案件。然后腓力斯命令迄个军官固收保罗，予伊有担保自由，佮准伊的朋友带伊所欠用的物件来予伊。几若日后，腓力斯甲伊的犹太夫人托西拉来，伊找人叫保罗出来，要听伊讲论关系信基督耶稣的事。保罗讲到公义、节制甲将来审判，腓力斯感觉惊吓，就对保罗讲：即摆到这就好，有机会我才搁调你来。上时伊嘛有在期待保罗会送钱予伊，所以常常叫保罗出来，甲伊谈论。经过2年，波求菲斯都接腓力斯做总督。腓力斯为着要予犹太人欢喜，继续甲保罗关伫监里。